镜头转来看宜兰昨暗是发生真严重的车祸，有一台白色的轿车是高速去弄到头前的车了后失控冲去到对向的车道，而且还佫沿路弄真侪台汽车、乌托摆，落尾是去弄到人家厝的条仔才停落来，拢总造成4个人重伤，其中有一个受害驾驶是不治死亡。因为这个失控轿车的驾驶确定是假毒赛车。 透过路口监视器，会当看到后壁白色的轿车弄到头前银色的轿车，两台车当场失控，直接冲过路口，互人弄的银色轿车一路冲向前，又搁弄到头前停红灯的车辆。真的是一瞬间，因为我在停红灯，我就想说后面怎么那个声音忽然很大，就是我没听过的声音，忽然就这样巨响。 结果那个车就用飞的飞过来，我也来不及闪。咱那白色的轿车是弄去对向的车道，搁弄到骑家的条啊。这台刚弄到，迄台飞去。哦，弄到伊这个飞下去啊，那个对啊。后边那台较好，拢无阿代志。三大台车后边无代志。后边无代志啊，那个对啊。这台是为对上安弄过来哦。这个系安尼，啊，甲迄弄到尾椎。弄到这个尾椎，伊挤到头前了。讲好是 OK。欧卡女驾驶的车辆，整个屁股都不见了，撞击力道非常的大，整个5门轿车变成2门而已。 这场严重的车祸发生伫个初五暗时9点外，宜兰市中山路3段白色的轿车去弄银色的轿车，又搁影响到等红灯，也搁有路边停的，拢总有6台，造成4个人受伤，其中银色轿车查某驾驶重伤不治。警方调查了后，确定是假毒赛车。警消后报到场，立即将伤者送医救治，并对相关驾驶实施吐气酒测，均无酒精反应，为白色自小客车驾驶者。 经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后呈阳性反应，并于该车内查获依托米脂。警方表示，专案会照公共危险罪甲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